今日嚟睇一套澳門對面嘅73方兩房嘅細戶型，可以望到呢個澳門嘅景觀同埋海景。左手面呢就係澳門啦，右手面呢就係珠海十字門國際會展中心呢邊，對面呢就係橫琴金融島。我哋呢個小區樓下呢，就係嗰個十字門華發雙都嘅3期十字門華發雙都嘅1、2期已經開業啦，3、4期估計就今年左右就會呢個開始營業。我哋再睇睇呢個戶型一個廚房呢邊有一個房間帶裝修嘅全屋有呢個中央空調，呢邊就係乾濕分離嘅嗰個衛生間，呢邊呢就係主人房啦，景觀都 OK 嘅。有時候有一啲節日咧，呢邊呢就可以睇嗰個煙花總價唔高細戶型。如果想了解具體資料呢，可以加我聯繫方式可以加我上面嗰個聯繫方式。